首先好多謝大家參加我哋今日嘅會議嘅，咁因為今次其實邀請嘅時間都比較倉促啦，上個禮拜先至開始邀請大家，咁都非常多謝大家今日抽時間嚟參加呢個會議。咁因為都係因應其實最近香港都發生唔少嘅一啲數據洩漏嘅事件啦，咁當然最吸引大家嘅注意，其實都會係醫管局發生嘅嗰件事，因為大家最擔心就唔係話可能一啲保障做得唔夠，而係可能面對一啲第三方嘅服務商啊，又或者一啲可能甚至乎係 AI 應用或者一啲第三方廠商嘅軟件，點解會造成一啲數據洩漏呢方面嘅規管呢？可能大家現有嘅一啲安全工具啦，可能都未必係可以覆蓋到呢個部分，所以咧今日我哋就同我哋嘅廠商數碼科技啦一齊做咗呢一個網絡研討會嘅。咁我係Peony 啦 Labcom 嗰邊嘅marketing 同事。咁今日咧其實會同我哋去講翻關於呢個防數據外泄最後一里呢個研討會嘅咧，就會係CyberSurf 數碼科技嗰邊嘅數據安全專家同埋技術工程師 Derek 嘅。咁一陣間咧，佢都會同大家講翻，因為喺國內啦，其實相對針對呢個數據外泄嘅一啲規管啦，其實保障嘅要求咧，比香港係強一啲，同埋所以佢哋喺呢一方面咧個經驗啊，或者係落地呢啲方案咧，都比較有經驗嘅。所以今日都會交俾 Derek 同我哋講翻呢個部分，睇下我哋喺誒而家 AI 啊，又或者係數據安全咁嚴峻嘅情況之下，我哋有啲咩可以做嘅？咁我諗我就將時間交俾 Derek 啦。OK，好，咁亦都係好榮幸俾受邀過我嚟同大家分享下我哋針對於防數據外泄嘅呢個研討會啦。咁今日主要都係會同大家介紹下我哋針對於防數據外泄嘅最後一例，即係由於內外嘅人員錯誤到咁樣 AI 風險嘅一啲防護嘅實踐啦。咁我呢度就係什麼科技嘅技術工程師啦，Derek。咁跟住落嚟咧，今日呢個我哋嘅PowerPoint 咧，主要都係從三個部分同大家去做一個介紹啦。首先就係我哋而家呢個數據安全嘅現狀啦。咁跟住落嚟就係我哋針對於終端嘅數據安全相關嘅解決方案。最尾咧就會係一啲客戶發後嘅 case 嘅一啲情況。如果喺呢個過程當中，各位有任何問題，其實都可以喺公屏度將問題分享出嚟，然之後我哋跟住落嚟都會基於問題去做一啲解答啦。咁首先講到喺數據安全嘅現狀，其實大家都有感受到，其實數據其實係我哋重要嘅生產嘅數據要素啦。然之後佢因為流動而產生價值。咁其實最直觀嘅睇法就係喺以前我哋如果想要去知道一個事情點做譬如話我而家要做 Linux 嘅部署啦，或者我要修改 Linux 嘅一啲安全嘅配置，可能我要去Google 去搜索，然之後一個一個網站咁樣睇落去，係先知道話我可能部署係點樣嘅，然之後我改 IP 然之後改配置又係唔同嘅網站知。但係而家其實喺 DT 嘅時代，數據係業務化。而家我想知道話我部署咗一個 Linux 系統，然之後我去改佢嘅 IP，改佢嘅配置，我點去做咧？其實我問下 AI，佢 AI 會自動嘅幫我從各個網站或者各個系統當中獲取到相關嘅數據俾我哋知，話俾我知，我應該點做？第一步係點？第二步係點？包括我哋而家其實自己去睇 TikTok 或者係用某啲應用程式，其實佢都係會做咁樣嘅數據嘅關聯分析，然之後話俾你知，可能你而家嘅情況係點？你中意睇嘅係咩內容？其實呢個就係我哋數據業務化時代當中，其實佢對數據嘅運用其實係最大化咗我哋數據嘅一個價值啦。喺呢個過程當中，其實我哋都會發現到最熱門嘅交易內容。如果
各位有用到Telegram 嘅話，其實都會經常見到有相當多嘅詐騙嘅團伙或者行傳銷嘅公司去對我哋呢啲用戶嘅數據去唔斷嘅採購。我哋經常會發現可能一啲金融嘅數據啊、醫療嘅數據，可能你單係呢個姓名同埋呢個身份證手機號呢啲，可能都賣到好高嘅價值咁呢個情況即係導致咗其實數據變成咗大家都會好關注嘅內容。對應嚟講嘅話，行業相關嘅法規其實都係不斷咁加強。就好似我哋而家經常知道嘅就係呢個個人資料嘅隱私條例啦 （PDPAO） 發布嘅，然之後佢都會要求我哋要去保障個人資料，佢唔會受到未經授權嘅咁樣嘅一啲查閱處理或者delay 咁樣嘅情況。咁包括如果你有相關嘅泄露嘅數據事件，其實都會要求你去進行通報。咁今年1月1號都開始實施嘅關機嘅保護條例，其實都會要求到我哋要對關鍵嘅基礎嘅設施嘅電腦系統去做到強化相關嘅網絡安全同埋數據泄漏嘅防控啦。咁就算我哋做咗相關嘅法規嘅發布，包括公司自身我哋可能都做咗非常多嘅安全防護，但係我哋都會發現到其實咁樣嘅呢個數據安全事件咧，其實係依然係頻繁發生嘅。其實最主要嘅問題，我哋經常會見到一個事情就係佢並非話係人為嘅，佢專門去導致嘅外泄或者被攻擊導致咁樣嘅泄漏。就好似呢個事件當中嘅呢個慈善團隊 B 佢呢個泄露嘅事件，其實就係佢存儲喺雲端嘅咁樣嘅檔案，俾人去獲取到咗佢嘅設定就係公開嘅，即係其實喺呢個員工喺無意識咁想傳到雲端，然之後導致數據嘅外泄。包括其實國內其實我哋上海公安警署嗰度其實都有發生過一個比較嚴重嘅事件。當時咧其實就係因為咗佢哋警署度嘅一個研發咧，佢哋俾佢當時想存咗佢嘅代碼喺一間嘅雲端當中，然之後呢個代碼當中咧，其實就有佢哋數據庫嘅key 同埋 user ID 呢啲信息，然之後導致咗數據泄漏嘅事件。咁從呢啲事件當中，我哋經常都會發現到包嘅到咁佢好多時候，其實你嘅外泄嘅事件，佢並非係話我哋嘅邊界嘅失守或者係相關嘅權限嘅問題，就好似近期呢個九龍醫院嘅呢個數據泄漏嘅事件，佢有5.6萬嘅人員嘅數據嘅泄漏，但係我哋對呢個事件去做咗分析之後，就發現到其實呢成個事件佢唔係話係因為外部嘅入侵導致嘅泄漏，而係外部嘅開發人員，亦即係我哋講嘅第三方，佢通過合法嘅系統嘅權限啦，然之後去惡意嘅去存儲佢相關嘅數據 delete 落嚟，然之後再 download 落嚟，然之後再儲存，然之後再攞到暗網嗰度去進行掃賣，然之後即時係話佢並非我通過攻破你嘅防火牆或者係發現咗你有冇個漏洞，然之後去進行攻擊。佢呢個成個攻擊咧，其實係完全係正常嘅業務嘅允許當中，亦即係我哋邊界防護，其實係完全冇感知嘅，因為佢直接通過內部嘅系統權限去獲取咗相關嘅數據，然之後外發到佢嘅系統當中，然之後去存儲。咁呢度就都會發現到，除咗邊界嘅失效以外，仲有就係第三方嘅風險，亦即係對於我哋第三方嘅企業嘅供應商，我哋有冇做到相關嘅審計？佢喺成個操作嘅過程當中，佢嘅行為對數據嘅修改，我哋有冇做相關嘅跟蹤？其實好似佢都係冇做到嘅。咁我哋就基於咁樣呢啲事件嘅一啲情況，我哋其實都係發現咗。針對於依家咁樣嘅數據安全嘅威脅咧，其實我哋總結咗有3個。首先就係內部人員同埋第三方，佢經常我哋都有統計到，即係因為內部因素引發嘅數據安全事件，其實係
佔到相關嘅這種安全事件嘅70%，亦即係話大部分嘅安全事件其實都係來源於員工佢啦冇意識之間導致嘅咁樣嘅外泄，並非係話真係自己嘅系統失陷然之後導致嘅數據事件相關嘅，包括喺數據泄漏之後，我哋好難去發現到我哋嘅數據到底係從邊度泄漏出嚟，亦即係我哋冇辦法好快速咁樣去即係進行響應，亦即係好多時候數據係俾媒體或者俾一啲第三方嘅安全公司喺暗網啊或者係 Telegram 監測到之後先同步俾我哋，就導致話我哋好多時候冇辦法快速咁發現我哋嘅漏洞，然之後去進行防護嘅加固。最後嘅話，亦都係而家大數據時代，其實我哋經常會用到嘅 AI agent，其實佢都係一個非常隱性嘅外傳嘅通道，亦即係好多時候我哋用緊 Open Cloud 嘅過程當中，可能會嗌佢處理一啲數據，但係呢個數據本身佢係會唔會涉及我哋企業內部嘅敏感數據啊，或者呢啲數據係咪真嘅可以去進行分享嘅？好多時候你係唔知嘅。咁喺呢個過程當中，係有可能你 K 嘅數據就因為使用呢啲 AI agent 就導致咗你數據嘅外泄。咁基於咁樣嘅一啲背景情況咧，我哋什麼科技其實對比較注重嘅，其實都係我哋數據流動喺我哋嘅業務人員，亦即係你嘅終端 PC 端喺運用呢啲數據。使用呢啲數據過程當中，喺相關嘅安全，我哋係提出咗我哋嘅解決方案，亦即係基於流動數據安全嘅保護，去先於攻擊者發現你嘅攻擊面。咁我哋其實都係對我哋數據安全做到3個部分啦。首先就係數據嘅可見，亦即係當你知道你嘅終端當中，亦即係你嘅員工到底佢有幾多嘅敏感數據係存放喺邊啲終端當中嘅。然之後又有邊啲嘅敏感數據其實係有向對外去進行分享發送嘅。其次就係呢啲數據嘅存放，佢本身係咪合規嘅？亦即係有冇可能一啲銷售人員業務人員佢嘅電腦當中可能存放咗我哋業務嘅合真嘅代碼咁樣嘅情況啦，包括佢呢啲數據外發嘅行為係唔係正常嘅？會唔會有啲人佢可能通過類似於螞蟻搬家咁樣嘅方式，每日佢可能少少咁樣發送一啲文件出去，然之後導致咗大量嘅數據外泄，包括有冇啲終端佢可能係已經俾第三方入侵到咗，然之後去進行咁樣數據外發嘅行為，我哋去進行相關嘅風險嘅可感知，最尾咧就係去做一個攻擊嘅可控，亦即係可以及時咁發現咗數據外發嘅行為，會唔會有內部嘅員工佢其實係專登咁樣去進行數據嘅外發，然之後去做一啲阻斷或者溯源咁樣嘅能力。基於呢3個部分，我哋咁啱科技嘅中對於安全其實就係一個 data driver，就係我哋 DDR，就係基於我哋對零信任嘅理念去設計嘅數據安全嘅解決方案。即係我哋唔再次話你話喺數據外發嘅過程當中，我哋先去做一個監測，而係將安全左移，亦即係我哋呢個數據佢出現咗喺呢個終端當中，我哋就會去進行審計記錄，亦即係佢嘅 PC 當中係有邊啲敏感數據，佢幾時創建嘅，又係幾時做咗一啲修改，我哋會進行記錄，並且基於內置嘅數據分級，我哋去對佢進行關聯，然之後我哋可以知道，某個部門嘅員工佢持有咗邊啲敏感等級嘅數據，然之後對於呢啲數據，我哋係佢嘅持有係咪合規嘅，我哋可以即時去知道，然之後基於 UEBA 嘅行為分析引擎我哋去持續咁去對用戶去建立佢嘅行為基線，亦即係如果佢有同部門或者基於佢自身嘅操作有唔同嘅異常嘅操作，我哋可以即時發現。最尾咧就係
全渠道嘅防外傳嘅引擎啦，即係引擎啦，亦即係可以即時咁覆蓋我哋嘅郵件啊、IM 啊或者終端所有嘅外傳嘅通道，包括一啲協議啊、SMB 啊、協議嘅數據泄漏呢啲通道，去即時咁樣去識別，然之後阻斷或者告警審批，要求佢呢個外發係唔可以即時外發出去嘅。對於就係我哋同傳統嘅 DLP 最大嘅一個差別點咧，即係我哋其實會將我哋業務當中嘅數據資產從黑盒變成白盒，亦即係我哋可以即時咁知道咗我哋業務當中到底有咩敏感數據，佢存放喺邊個嘅終端當中。我哋通過自動嘅掃描，可以基於行業嘅分類分級嘅模板去幫我哋梳理出嚟咗，話業務當中有邊啲等級嘅數據，邊啲類型嘅數據，佢存儲喺邊啲部門當中嘅電腦，會唔會呢個存儲係有有冇問題？佢係是否合規？我哋可以去做相關嘅檢測。包括會唔會發現咗啱先提到嘅，佢呢個業務部門嘅電腦儲存咗代碼嘅數據，或者係研發嘅部門佢儲存咗金融嘅即係其他部門嘅咁樣嘅一啲數據咁樣嘅情況。包括針對於一啲高危嘅人員，我哋都可以去做相關嘅審計。咁呢度其實我哋就可以對於一啲離職嘅人員啊，或者我哋可能喺某個事件當中有發現有啲員工佢嘅行為係有啲可疑嘅，我哋可以去對佢進行全天7乘24小時嘅即時監測，亦即係我哋可以知道佢而家到底有冇做咩操作。啱先睇到喺第三方就係啱先講到第三方人員佢對我哋嘅業務系統去進行操作嘅過程當中，其實我哋都可以通過咁樣7乘24小時嘅即時監控，去睇佢喺成個運維嘅過程當中係唔係存在相關嘅違規嘅操作，甚至乎去外發咗一啲高危嘅文件咁樣嘅情況去進行監測。包括我哋之前其實喺我哋客戶當中都有發現到有啲離職嘅員工，可能喺離職嘅過程當中偷將佢喺工作期間生產嘅文檔佢去集中儲存喺一個文件夾當中，佢就係打算話離職嗰陣時，去將呢個文件全部一次性帶出去。咁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都可以對佢呢啲高危嘅行為去進行監測。對於用戶佢嘅數據外發嘅流程，我哋同傳統 DLP 最大嘅差別點其實就喺呢度。大部分DLP 佢其實都係淨係佢喺外發呢個過程當中，我先係監測，而且係佢發出嘅數據同埋通道係咪合乎規範嘅。但係我哋同傳統最大嘅差別點，即係我哋嘅安全阻疑，即係會做到嘅就係呢個數據佢到咗我哋嘅 PC 端、終端個呢，佢係嚟自於邊度？譬如話，我哋而家有一個研發，我哋關注嘅係話，你喺內部 download 落嚟嘅GitHub 代碼文件，我哋係唔准佢外發嘅。咁我哋可以通過佢嘅數據來源去進行定義，亦即係佢外發嘅代碼，我哋可以基於佢嘅數據來源係內部嘅 GitHub，我哋就唔俾佢外發。但係如果佢係喺外部嘅 GitHub 文檔當中 download 落嚟嘅，佢就可以正常嘅外發。包括佢喺業務過程當中，佢會唔會係不同嘅人員嘅電腦當中發送嘅？我哋都係可以做不同嘅策略。譬如話財務部門佢嘅策略，我哋可以做得稍微寬鬆一啲，亦即係佢嘅正常嘅發送，我哋都係唔會做審計嘅。包括如果係一啲第三方，可能佢所有嘅操作、所有嘅外發嘅事件，我哋都係要求會審批先可以俾佢操作，亦都可以去做。同埋對於風險，我哋可以做到嘅就係精準嘅溯源啦，亦即係我哋可以通過佢嘅行為報告啦，包括咗對應嘅水印同埋外發事件出發嗰陣時，我哋可以對佢嘅電腦去做呢個
事前、事中、事後嘅截屏，然之後上傳到伺服器當中，我哋可以即時去見到佢發送呢個文件係發送咗俾邊個，係幾時發送嘅，我哋都可以見到。包括呢個成個行為，我哋會做相關嘅日子嘅記錄。佢呢個文件係從幾時俾邊個發咗，到俾邊個嘅終端，然之後佢呢個成個流程，我哋會有對應嘅呢個文檔嘅追蹤嘅流程圖，可以直觀嘅見到佢呢個文檔，佢喺外發嘅過程當中成個鏈路嘅一個情況。咁同埋加 AI 嘅時代，我哋大家其實都會更多嘅運用對應嘅 AI，我哋其實都融入咗相關嘅 AI 嘅防護，同埋對應於 AI 嘅運用喺我哋系統當中，對於敏感數據嘅識別或者風險嘅分析，包括而家經常使用嘅 OpenCloud，我哋都可以監測喺員工嘅電腦當中，佢係唔係安裝咗 OpenCloud，係避免佢如果裝咗 OpenCloud 會唔會有一啲端口啊，或者我哋嘅信息係對外暴露嘅。包括佢哋用緊呢啲 AI 工具嘅過程當中，佢會唔會有輸入咗一啲敏感嘅數據，上傳咗一啲敏感嘅數據，你都可以去進行相關嘅防護。除此之外咧，我哋都會針對不同嘅行業去特性去做相關嘅定制化嘅策略啦。包括如果我哋有一啲數據安全諮詢相關嘅服務要求，我哋其實都係可以幫助去進行提供嘅。咁最尾嘅話就係我哋一啲客戶嘅 case 啦。咁呢度都想睇下各位對於呢度會唔會對於啱先介紹嘅一啲方案，各位有冇一啲問題想要提問下嘅咧？如果你哋有問題，可以喺 Q&A 問啦，或者你哋舉手，咁我哋可以俾你開咪直接問都得嘅。係啊，咁我呢度都繼續介紹。咁如果各位有咩問題都可以即時去問嘅。咁喺客戶呢度咧，其實我哋本身都喺香港係已經有一啲合作嘅客戶，包括咗內地呢度咧，其實我哋基於金融自動業同埋醫療我哋其實都係有大量嘅客戶嘅。咁好似呢個案例咧，其實都係我哋香港本地嘅一個案例啦。佢當時比較關注嘅，其實都係因為佢哋業務當中終端當中其實係有大量嘅個人嘅信息啦，同埋代碼咁樣嘅核心嘅數據喺度。咁佢存儲喺終端當中，佢同數據庫最大嘅差別就係，如果員工佢想要外發嘅話，你其實唔似得數據庫，你可以去做管控，即係話佢嘅外發係不受控制嘅。所以喺呢個過程當中，佢就需要有一個手段啦，去對於員工佢嘅終端當中存儲嘅數據去進行相關嘅管控，哪怕佢呢個 PC 即係佢嘅終端已經離開咗我哋嘅辦公嘅場所，即係佢可能已經翻去咗啦，或者佢去出差咗，我哋都可以去做到相關嘅監測。咁其實佢哋都係通過部署我哋嘅服務器、伺服器啦，同埋喺佢哋個人終端當中部署我哋嘅 agent，通過呢啲方式咧，係首先幫佢哋了解到佢哋終端當中到底存儲咗幾多嘅敏感嘅數據，然之後通過我哋嘅外設嘅管控啦，唔俾佢哋嘅終端去用到一啲唔受信用嘅 USB，亦即係防止佢哋俾電腦係可能喺外地出差嘅過程當中俾人通過 USB 去存儲佢哋嘅敏感嘅數據，同時針對於佢哋嘅代碼嘅外發，其實都會去直接阻斷，但係唔會影響佢對內部嘅代碼嘅倉庫嘅download 呢啲操作，同埋基於 UEBA 嘅可以行為分析引擎啦，去對呢啲風險嘅人員去做一啲快速嘅定位。咁除咗啱先嘅案例啦，包括 CMHK 呢度，我哋其實都係有部署咗我哋嘅 DLP，佢其實都係用咗測試咗即係國內多個 DLP 嘅使用，包括都會對海外啲 DLP 佢都係有做對比，然之後都係發現咗我哋嘅
方案相對於嚟講，其實係會更好嘅。啱先都講到，我哋其實會對於所有嘅數據並非係話佢喺外發局嘅過程當中，我哋先去做監測，而係佢喺業務當中已經存在嘅呢個過程當中，我哋就會對佢嘅資產去做掃描，然之後去做相關嘅分類分級，然之後通過一啲合規嘅內置嘅一啲合規嘅分析，係告知你呢個數據嘅存儲會唔會存在違規嘅情況啦，然之後對佢外發嘅場景去進行相關嘅阻攔，並且我哋係支持去做呢啲管控渠道嘅自定義，亦即係如果我哋哪怕有一啲自己用緊嘅相關嘅 AM 工具啦，或者係一啲網站，我哋其實都係可以做一個自定義嘅覆蓋嘅。咁除咗香港本地嘅案例啦，我哋其實本身喺內地其實都係有非常多嘅案例啦。除咗 DDR 嘅服務之外，我哋都可以提供相關嘅分類分級嘅諮詢啦，或者係數據安全相關嘅諮詢嘅服務。係最後呢個咧都係一個醫院嘅案例啦，即係我哋係廣東實施嘅一個個人信息嘅保護嘅建設啦，幫佢哋去做咗佢哋終端當中存儲嘅個人嘅敏感數據去進行處理，然之後基於即係國內嘅呢個法規啦，去做咗相關嘅分類分級，然之後相關嘅禁止嘅存儲，唔俾佢嘅內部嘅數據上傳到雲端咁樣嘅呢啲操作，係成個介紹嘅話，大概就係咁。咁跟住落嚟嘅都係睇下各位針對於數據安全呢度會唔會有一啲其他嘅問題，我哋都可以去一齊討論下。好，唔該晒 Derek。咁我哋都見到有啲問題嘅，其中一個佢會比較關注點樣去監管同埋可能係保護 IT stuff。我估因為朋友嘅意思其實主要想集中睇翻，例如我哋一開始都有講啦，可能本身係啲IT 嘅同事啊，佢嘅權限比較高啊，咁有啲時候其實講佢會係一個好大機會嘅數據安全缺口嚟嘅。咁如果係集中可能喺呢一方面嘅話，可唔可以Derek 你都大概講一下CyberSurf 嘅方向係點樣樣可以去監管或者係由保護呢一類型比較高權限嘅 IT 員工咁樣樣？嗯，OK，明白。咁呢個佢可能提到嘅問題，即係話，如果本身呢個員工佢有比較高嘅權限，可以訪問到大量嘅敏感數據，咁其實基於咁樣嘅情況，我哋本身啱先提到，啱先都講到啦，我哋本身係對中端，亦即係呢個佢使用緊嘅 PC 去做一個監測，亦即係佢所有嘅數據，即時佢從我哋嘅業務系統或者數據庫當中攞到咗呢個數據，然之後存儲喺佢嘅終端。咁佢呢個成個數據嘅行為，我哋都會去做一個監測，亦即係佢而家呢個終端，佢從邊度做 download 咗相關嘅數據，呢啲我哋全部都會記錄落嚟。然之後，如果佢喺呢個數據嘅使用過程當中，佢可能分發到咗俾其他嘅員工嘅 PC 啊，或者去通過 IM 工具，比如話WhatsApp 啊，或者係 GitHub 啊、GitLab 啊，去做咗呢啲代碼嘅上傳咧，佢成個行為，我哋其實都係可以通過我哋呢啲終端 DDR 呢啲嘅產品，去對呢啲方案，去對呢個行為去做到相關嘅審計，或者係直接阻斷，即係唔俾佢做相關嘅上傳嘅。呢個部分我覺得都仲我都嗯仲有啲即係啦，係咯，可能我自己本身再加一啲問題，即係假如啦，因為我哋會比較都熟悉，可能係針對一啲權限，譬如嗰個員工本身已經有一啲權限去可唔可以存取某一啲檔案啦？咁以前嘅做法就可能我 base on AD 之類，咁個同事或者呢一班同事已經有呢個權限啦。咁其實有咗我哋CyberSurf 之後，其實會係針對嗰個同事啊已經有呢個權限，然後就會唔管佢去存取呢啲檔案啦，定係話係本身已經亦都有呢個權限可以存取，但係都會根據佢嘅行為係會有多一層嘅偵測咁樣樣㗎。
哦，明白你嘅問題啦。咁啱先你講到呢個情況咧，即係我哋其實佢係喺呢個 AD work 當中，佢係正常係可以攞呢個數據，即係佢呢個download 呢個數據嘅行為，我哋其實係唔會做太多嘅措施嘅，即係我哋會正常俾佢去 download，因為本身係佢嘅權限內嘅。但係佢喺處理呢個數據嘅過程當中，就譬如話佢想將呢個數據去對外咁樣去外發啦，或者佢用咗一啲雲端上傳嘅咁樣方案，就譬如啱先講到嘅 GitHub 嘅自動同步啦。咁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哋就會做相關嘅防護嘅措施啦，即係譬如我哋係唔允許佢通過內部嘅我哋嘅譬如話 NASA 當中 download 到落嚟呢啲文件，佢想傳到雲端佢嘅雲端嘅服務器當中，咁呢個行為我哋就會去做一啲管控。但係我哋可以基於啊，包括我哋去基於我哋嘅審批嘅邏輯啦，亦即係如果佢要外發，其實係需要我哋嘅管理員去做一啲審批，佢先可以做咁樣外發嘅權限嘅管理。即係佢正常嘅業務辦公，我哋係唔會做任何嘅管控嘅。我哋會做嘅管控嘅行為係在乎於佢呢個數據係咪而家佢可能要通過其他嘅渠道係要對外去發送，咁樣呢個過程我哋先會去做相關嘅管理，亦即係佢唔會對正常嘅業務嘅行為，佢嘅正常嘅工作嘅開展去做管控嘅。好，唔該晒 Derek。我諗呢個會係其實大家都好關注嘅一個問題啦，因為最主要就係一啲舊式啲嘅 DLP，可能我哋 based on policy 啦，去控制啲同事存取嘅權限，或者可唔可以外發呢一樣嘢。咁好多時候呢種方法咧，一係就令到我哋啲數據可能係辦公嘅時候，即係真係運作嘅時候，有機會好困難先用到啦，又或者可能係做 IT 管控嘅同事係需要經常去處理一啲同事嘅 request，話我要取用呢個數據啊，咁之類之類。咁所以其實一啲舊式嘅 DLP 咧，好多時候用落去嘅時候好頭痛啦，到最後就放咗喺度冇用。咁亦都係如果針對一啲本身已經有權限嘅人員，如果佢有一啲將數據外傳嘅行為，咁佢未必係有心嘅，可能佢自己本身個有權限嘅賬戶都俾人 hack 咗啦。咁面對呢一類型嘅管控，其實CyberSurf 就都會可以呢一方面幫大家做到多啲嘢咯。咁就係啦，睇下大家仲有冇其他問題先。另外咧，就係如果大家今日聽完之後啦，之後都會想再知多啲實際嘅用法啊，或者係都想睇下自己個環境入邊試用會係咩情況啊，咁都可以話翻俾我哋聽嘅，咁我哋之後都可以聯絡翻你哋啦。另外就係我都想問一問 Derek，即係因為好多時候聽到我哋要落地一個 DLP 都唔係一個細嘅project 嚟嘅，可能都會大家覺得有啲麻煩啊，可能都好頭痛之類。咁我都想問下，即係根據你過往嘅經驗啦，即係其實我而家要部署DLP 去管控呢個數據外泄，加埋一啲人員嘅行為嘅監管啊。其實第一步你哋會係點做，或者一般可能個項目嗰個時間大概會幾多咁樣㗎？OK，咁呢個問題咧，其實都係我哋好多客戶佢哋會關心到嘅，因為對於佢哋嚟講，佢哋都係會就係佢哋會想知道我哋咁樣去管控到底邊啲數據我哋係可以俾佢外發，邊啲數據我哋可以，我哋先覺得係屬於可能風險等級比較高嘅數據，咁呢啲風險等級比較高嘅數據又應該去點樣去管控？其實呢個都係好多客嘅會關注到嘅點。咁我哋其實成個部署嘅方案喺部署咗嘅 DDR 嘅伺服器之後咧，其實最主要嘅一步都係呢個 PPT 啱先介紹到嘅，稍等我介紹到嘅一點，亦即係先知道我哋業務當中到底我有邊啲數據，呢啲數據又分別存儲喺邊度。知道你要保護嘅係乜，就你要先知我要保護嘅係乜，即係我哋呢啲數據有邊啲數據佢係需要保護嘅，因為啱先都講到啦。
誒，係咪可能停咗？哦，譬如我而家有誒個，OK，啊係因為啱啱係咪可能個連線有啲問題嘅？我哋哦聽唔到你講嘢，可能可以前少少再重複一次。，OK，我唔好意思，即係咁呢個就啱先講到嘅話，就係主要係好多時候你而家你先要做嘅就係你要知道你要保護嘅係乜，即係你冇唔你做安全，其實並非係話你所有嘅嘢都係要保護嘅。對於你嚟講，一般嘅數據嘅，即係譬如話銷售佢正常業務嘅開展，佢係要俾客戶發一啲你哋公司嘅介紹啦，你哋公司產品方案嘅一啲介紹方案啦，咁呢啲本身就係一啲公開嘅數據。咁如果你對於呢啲數據你都去做咗一啲限制嘅，即係你唔俾佢正常嘅去對客戶啊或者去上傳，其實對於我哋日常嘅工作嚟講，梗係會受到非常大嘅限制，甚至乎你會覺得呢個公司呢個產品真係喺度搞笑嘅。所以對於我哋嚟講，最緊要嘅第一步就係先知道你邊啲係屬於你嘅重要數據，然之後呢啲重要數據又係喺邊度，然之後我應該去採取點樣嘅措施去對佢進行管控，係完全唔俾佢外發啦，定係話基於唔同嘅人員，基於唔同嘅具體嘅數據類型先去做相關嘅限制。所以基本上嚟講，我哋所有部署嘅客戶，佢第一步要做嘅就係先知道做到數據嘅可見，亦即係我知我有邊啲數據，邊啲數據係我需要重點保護嘅，然之後對於呢啲數據，我應該上點樣嘅保護措施啦。咁啱先你有提到一個問題，就係好多客戶佢可能會用咗 DRP，但係其實佢就唔知應該點用。主要嘅一個原因就係佢唔知呢個就係邊啲數據佢係應該保護嘅。所以其實我哋而家會做到嘅一個事情就係首先知道，俾你知道你應該要保護嘅數據係喺邊度，應該點樣去做防護。好，明白，唔該晒。咁我諗都冇見到有其他問題啦。咁我都再提一提啦，就係其實今日介紹嘅呢一套方案咧，我哋做一啲數據外泄咧，其實都可以完整咁樣係本地部署嘅。因為如果你係針對一啲好高保護等級嘅環境啦，其實都會 concern 到底一啲方案會唔會係 cloud 定係話係on-prem。咁我哋呢個方案咧，其實可以全 on-prem 咁樣部署嘅。咁就我諗今日我哋嘅時間就嚟到呢度啦。如果之後有啲咩問題，其實都可以揾翻Labcom 嘅同事啦。咁我哋都會去同你即係安排翻。可能如果有小測試產品或者想問多啲資料嘅話，我哋隨時都可以歡迎你哋揾我哋嘅。咁而今日嘅呢個webinar 咧，我哋會錄咗影啦，咁之後亦都會將今日嘅錄影 send 翻俾大家，如果有需要嘅話都可以再睇嘅。咁就好，今日我哋嘅時間係咁多啦，唔該晒 Derek，都多謝晒大家參加今日嘅 webinar，唔該晒，OK，拜拜。